郡主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什么话呀？就到这说吧。可否请郡主嫁给我？你倒是挺直接，不用你操心，我早想好了。严公子一番心意，我没有感受到，也就不领了。还有你说的那些，我一点印象都没有，都是误会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严公子如此深情，怎么会是误会呢？郡主，你这番话可真是太伤人了。真是可惜了，我以为相国之子与郡主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易得无价宝，难寻有情郎。只可惜，我不是严公子的梦中人。你要这么羡慕的话，那你去嫁好了。我说过，成亲是两情相悦的事，我对你没有感觉。严公子还是请回吧。我对你是真心的，郡主，你一定是在骗我，对不对？请你不要隐藏自己的内心。若你是觉得此处人多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以单独去谈谈。郡主已经说得很明白了，请严公子离开。川安国，这是我与郡主的私事，请严公子自重。伯爷所言有理，还请严公子莫让旁人看笑话。严公子，还是请回吧。殿下，在下失礼了，我这就走。郡主，你想通了。方才在下实在太失礼，还望郡主见谅。若郡主答应，严真愿誓死相伴。严公子，你若喜欢一个女子，会怎么办？我会娶她，一生独爱她一人，绝不变心。可若她是一个随性之人，生来不受约束，只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，你又该如何？我一定支持她。那你娘要是不同意呢？我举个例子吧，倘若她不想生孩子怎么办？啊，那就不生了。那你娘要让她生呢？那我就跟娘子商量商量。我以为你会说，我会护着她，绝不让她受半分委屈。可那样，娘会不高兴的。严公子，真心喜欢一个人，不是把他娶过来就完事儿了。你处处不为娘子着想，人家嫁给你干什么呀？所以啊，我们不合适。祝你早日找到一个听你娘话的好姑娘吧。告辞。郡主，你怎么跟别的女子不一样啊？我就是这般女子。